后来，过来是高雄市议员接到家长的指控，讲某一间国小的女老师拢会讲话，甲学生来性骚扰，而且是有够离经哦。竟然讲学生若违反规定，男生女生都爱烧针，或者是手牵手来洗教室，搁要情绪无稳定来扣学生的暗领。伊的查囝因为安尼长期落来，即摆拢爱食抗忧郁的药啊。家长痛骂学校延误性平通报。学校讲会阁重新来调查。这名家长提出诊断证明书，在投稿高雄某一间国小的一名女老师，要求伊当咧读小学6年的查某囝，因为违反班规，就要甲其他的查某学生针喙，惊到这个查某囝就要食抗忧郁的药啊。一个小孩子隔天还要上课，11、2点被吓醒后，到早上6点多都无法睡觉。后面我们看心理医生以后，就有配那个忧郁症药和那个安眠药。即马小学6年啊，查某囡仔在讲，1年半进前，伊亲目睭看到老师咧扣同学的暗领，隔天讲道强骂，害伊着青惊。另外，其他的家长嘛有无共的事项来咧斗，而且指控学校拢无在处理通报。到现在连个结果都没有给家长、给孩子，这孩子只能借着文章抒发自己的悲伤。对这件代志，学校表示会重新启动调查。是不是有要小朋友2个手牵手跟亲嘴的部分？老师这边是没有让小朋友去牵。那我们询问了班上其他的小朋友，有询问2位，那这2位也说他们班上没有手牵手或者是嘴亲嘴的这个事情，也会把这个事情再请我们的性平会这边来再重新调查一次。教育部表示，针对家长的陈情已经介入调查，若是真正下通报了伤过慢，嘛会按照法律来处分。